大家好，我係 Miss Helen。首先多謝大家呢幾年嘅支持。經過一段時間嘅優化之後，今年2027至2028年嘅鋼琴考試教學影片，除咗研究細節位之外，仲會教大家用最適當嘅練習方法，令到學習更加有效率。影片會分為兩部分，首先我哋會揾一啲細節位去做少少 warm up，然後我會示範全首歌。影片會不定期更新，千祈唔好錯過啦。Roo's Blues 咧就係 Winnie the Pooh 裏邊嘅小袋鼠小豆啊 Roo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啦 ，blues 咧即係有一啲搖擺嘅節奏喺裏邊啦。咁所以我哋咧可以練習咗嗰個節奏，然之後先至彈嘅。我哋見到呢一個三連音咁嘅嘢啦，佢係講緊呢兩粒半拍咧。前後兩粒係唔同嘅，前邊嗰粒長，後邊嗰粒短，咁樣我哋先至會做到一個搖擺嘅動作嘅。咁主要搖擺嘅節奏都係喺右手㗎，咁所以我哋可以用右手拍咗個節奏先。咁喺第一個巴裏邊啦，我哋會見到咧一個平均半拍嘅節奏嘅。咁大家如果拿捏唔到搖擺嘅節奏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拍咗正常平均嘅嗰種先嘅。記得要跟拍子機喎 ，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。同樣地咧，喺兩隻手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試下每隻手都揸住唔同質感嘅樂器，令到自己可以聽到兩隻手節奏嘅分別。咁譬如一隻手揸住一個響板，另一隻手揸住一個沙錘啦。咁記得沙錘咧，因為佢會比較散嘅聲音啦，咁所以咧都細心啲聽下啦，同埋嗰個左手咧基本上都係 stable 嘅。1 2 3 4。當然啦 ，blues 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切分音㗎。嗰啲 unusual accents 啦，我哋會見到有啲喺唔同位置都有一啲重音嘅標記嘅，咁嗰啲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。